那其实也有人说，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台湾人也可以不冲突，就既可以是台湾人，也可以是个中国人。我不能接受。为什么呢？也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英国人吧？那你为什么就是说我感觉到就是对中国人有这么强的排斥心理？其实我没有对中国有排斥性哦，但是事实上，中国从6·4之后，以6·4革命之6·4天安门以及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，他们的文化阶层已经被清洗了，再加上习近平等等的所有的政策，以及抖音的所有的政策，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洗脑到非常正统了。这是党国教育，我从小以及我的家人也是受党国教育长大的。中共跟中国是密不可分的，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共业。中国人就等于中共，没有办法分开的。他们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等于中共，如果中国人要有民主化的思想，不知道要再等几年，请他们自己觉醒吧，不要拖垮我们台湾。但是其实很多大陆的人也不一定非常喜欢中共的统治。我不 care， 你不在乎，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他们要怎么 run， 他们要怎么 run， 那是他们的事情，那是他国事务，我只关心台湾本国事务。谢谢你的采访。